见若敬畏耶和华，行伫伊的路下，即互人有福气。你要食你的手着磨所得到的，你要享福，事事亨通。你的某伫你的厝的房内，亲像结侪侪果子的葡萄树。你的囝儿围绕你的岛，亲像橄榄栽。看敬畏耶和华的人，的确要安尼得到福气。圣诗273首，至尊的主宰，上帝是圣。圣诗273首，至尊的主宰，上帝是圣。会众请起立，吟全首。请大家悠然徛伫，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使徒圣经伫圣诗的头前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比拉多任内受苦。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，下三日对死人中国活，就天感谢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事，我信圣共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国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会众请坐。
三角来启用，启用文22篇，也是诗篇95篇，伫圣诗的后面。显落我来启，请兄做来引。来啊，咱来唱歌，俄罗上主。咱就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，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，伊统合伫极深的所在，伊创造海洋，大海属伊。来啊，咱来鞠躬敬拜伊，因为伊是咱的上帝。这是甘心来祈祷，听阮的平白上帝，阮感谢俄罗你的恩典，守肃正家己平安自治，伫教会圣殿，甘心来敬拜你。把阮谦卑来到你的面前认罪，感谢你敬调，互阮通倚靠主耶稣基督的保护，洗净一切罪过，收拾阮活命甲永生，互阮通伫基督内面，成做新造的人，彼此服侍，成做一体。伫你的内面满有慈悲、怜悯甲丰盛的恩典，互阮通坦然无惊吓，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。恳求主帮助阮认捌真理，认捌上帝，通诚实警醒家己的信仰，反省家己的罪过，通悔改，通对罪搁较敏感，减少犯罪，得失上帝机会。帮助阮确信上帝有绝对的主权，立你万事，甲美好的旨意。你袂捌留一项好物，互行做正直的人。恳求主常常引带阮，三角伫圣工顶面有份，互阮的心怀意念甲行做，通甲得救的阮相合。想使阮敬畏拜上帝，尊主最大的心志，靠慕上帝的话语，亲捌上帝的教示，坚固阮的信仰。恳求主祝福阮所敬听的经济牧师、牧师娘，想使因对天来的智慧甲开力，带领教会两职同工，三角同心服侍主，坚固会友的信仰，保养福音，兴旺教会。祝福今仔日的礼拜，通荣耀主圣名。愿安尼恳求祈祷，是用靠主耶稣圣名来求。阿门。来看上帝的话，记载伫旧约圣经士师记第3章第1节到11节。国语和合本299页，台语汉语本261页。现在我来读旧约圣经士师记第3章第1节。耶和华所留遐个族，是要用伊来试验以色列人，就是遐个未捌看见迦南高见的思维。挑剔要互以色列后代的人知，来教示因高见，就是遐个前未捌经过的人。所留伫遐个族，就是非利士5个首领，甲一切迦南人、西顿人，甲徛起黎巴嫩山的希未人，对巴列欧门山到哈马口，这就是要用因来试验以色列人。看因肯听叹耶和华托摩西所命令因列祖的诫命也无。对安尼，以色列人徛起伫迦南人、赫人、阿摩利人、比利洗人、希未人、亚布斯人的中间，带因的查某囝做某，也用查某囝嫁因的囝，煞服侍因遐的上帝。以色列人惊耶和华所看最歹的事，袂记得耶和华因上帝，去服侍遮的巴力甲亚瑟勒。
所以耶和华想起以色列人，袂因互米索无大米王高山利萨田的手。以色列人服侍高山利萨田8年。以色列人求救耶和华的时，耶和华就互以色列人兴起一个拯救者救因，就是加勒的小弟基纳斯的囝乌多列。耶和华的神临到伊，伊就做以色列的士师出去交战。耶和华将米索摩大米王高山利萨田交伫伊的手，伊就较赢高山利萨田。对安尼，迄个地方太平40年。基纳斯的囝乌多列死。以上，愿上帝祝福听伊话、搁去行的人。赞美，请圣歌队摩西的祈祷。
正道题目是对上主有真实的认捌、确实的敬畏，请经持牧师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讲道的这个大纲是用页子页的方式啦，吼。嘛，呼吁咱继续掀开咱的圣经，一面来看，一面来听这个分享。咱自分享大声，倒一届做伙来感谢。亲爱天父上帝，感谢你，因为你圣神的感动以及引带，阮伫世间会当听到福音的时，煞来认耶稣做基督，加做阮性命的救主。总是主，阮活伫世间，伫这世间所拄着这个挑战，试炼是大的。主啊，这时阵，阮非常的软弱。这时阵，阮实在分袂清楚，啥物货是真理，啥物货无符合主上帝你的教义。恳求主上帝通过今仔日你的话的教示，倒一届来甲阮劝勉，甲阮提醒，啥物货是你所爱，啥物货是你看做厌恶的。主，阮将以下的时间全然交托伫你的手中，求主你来启示赏赐亮光，伫阮每一个人的心内。成做阮性命的帮助。原来的恩你祈祷恳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但是我直接讲一个故事，这个故事是安尼：有一个人去到伊的朋友的厝内来做人客，然后一只食饭的时，看到伊厨房的烟筒管非常的直，然后这烟筒管的边啊，都蹲一堆这个茶。打茶还是讲打草，蹲一边啊！伊看了，感觉讲安尼真危险，伊就考劝伊的朋友讲：请你把你的烟筒管改互歪去，还是改一个无共款的即个型，甚至将蹲一边啊，才会打的茶还是讲打草刷互较远的，免得到时阵有火烛，安尼来引起火灾。总是安尼，甲伊的朋友考劝的时。伊的朋友并无做啥物款的反应，伊就连续几下摆，甲伊的朋友反映讲：拜托你将烟筒管的迄个型改互较歪的，莫遐尼直，无火珠仔会落落来，嘛将即个打的茶甲草刷较远的。就安尼连续几下摆，用伊的即个朋友安尼来甲考劝，总是伊即个朋友拢无啥物款的反应。也无拍算解，就安尼，伊就结束伫因厝内底即个做客的即个过程，伊就倒转去。那才有一天，伊即个朋友果然厝内底就发生火烧厝，就火灾。然后这个火非常的炎，所以厝边隔壁拢非常的惊吓，因为火真炎，强要烧去到厝边隔壁的厝，所以大家人拢出来斗帮忙拍火。就真紧将这个火甲拍花，这主人家非常的欢喜，伊就办桌请人客，请这个帮伊拍火的这个人，尤其是拍火中间去受伤、无细力去互火吓着的人，伊拢邀请因来坐一大位，然后只要有帮忙的人，伊就一个一个甲因感谢，互因奖赏，总是独伊袂记你迄个当时冤起头，伊伫咧苦劝伊，伊伫咧帮助伊，防止即个危险发生的即个朋友。所以，就有人发现讲，你拢邀请即个及时帮助你拍火的人，总是即个上冤起头，即个听你想要帮助你的即个朋友，苦劝你即个朋友，你却无来邀请，你却甲放互袂记。所以，即个主人家，伊互边仔的遮个人会安尼，会提醒了后，伊较醒悟过来，才赶紧去邀请迄个一开始就来劝勉伊的即个朋友，然后邀请伊来坐一大位，来感谢。这个故事内底的主人家，伊无爱听人的苦劝，伊非常的固执，都甚至讲无认真。伊无爱听人的恐吓，就准煞。伊倒互家己拄着安尼危险。当拄着危险的时，伊刚好去感谢遐个及时对伊有帮助的人，
向袂记即一开始，就有人要帮助伊、苦劝伊，防止发生这个危险的即个朋友。不过好佳哉，伫别人达提醒了后，伊就知影醒悟过来，通好去感谢迄个冤机头要帮助伊的人。今仔日咱所领受的经文内底，有一个民族，甲即个主人家相共款，无爱听人的苦劝，无爱听人的劝勉，常常背逆，常常安尼无人情。相反，即个民族因为无爱听人的苦劝，所以常常互家己陷入伫危险的中间，甚至性命拄着即个压制。总是当即个民族面对要互人灭亡的时，常常就出现一寡英雄的人物。这英雄的人物就来拯救因脱离即个外邦人，也是讲迦南人的欺负甲捆绑。不过，这英雄的出现，毋是要互即个民族来崇拜这英雄，讲这英雄偌厉害，毋是。这英雄的出现，是要互即个民族来回头来想讲，迄个上冤机头伫苦劝因，会当远离危险的迄位。其实，当以色列人进入士师的时代的时，以色列这个民族甲上帝之间的关系就是安尼。上帝常常通过先知，将律法甲诫命授予予以色列这个民族，苦劝因，毋通互家己陷入在危险的中间。总是以色列这个民族真无爱听上主的苦劝，常常互家己陷入在危险的中间。虽然有真济士师，这英雄的人物，正做因及时的帮赞、及时的拯救，总是以色列民族敢向崇拜这英雄甲士师，因袂向回头来感谢上帝。今仔日咱所读的经文的记载，是约书亚引带以色列人攻打迦南地了后的代志，约书亚伊所引带的迄一代的以色列人，是一群知影讲爱分别做圣，将家己归乎上主的人。因为伫摩西甲约书亚的引带帮赞教导下面，迄一代的以色列人，因认捌上帝，因敬畏上帝，因愿意遵照律法甲诫命来行打。当因要进入迦南地的时，因甲迦南人征战的过程中间，因拢有看到上帝的大能力、大权能。总是当这以色列人因家己背逆，对上帝无尊敬的时，伊嘛感受过上帝对因的受气。就安尼，约书亚常常伫约柜的面头前，为着以色列人来恳求祝福、恳求祝福，都常常将律法甲诫命宣传予因，爱因遵守。所以是约书亚伊所引出来迄一代的以色列人，非常的敬虔，知影爱甲上帝立约，爱遵守这个约。总是当这代过去了后，后一代的以色列人就毋是安尼。今仔日咱所读的这段经文，就是迄后一代的以色列人。进入迦南地的后一个世代，因无得持守父母甲信仰长辈传承予因的信仰，因无要守律法，无守诫命，因也无搁甲迦南人来征战。因无甲迦南人征战以后，因甲迦南人大做伙，大做伙就准煞，就开始甲迦南人通婚准煞，就对迦南人开始来拜偶像，就是拜巴力甲阿舍拉。当初上主应允要赏赐迦南地，予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条件是啥物？条件就是每一个人拢爱守这个约，爱认捌伊，独独来敬拜伊。总是咱看去讲这个条件，这个前提，要得到这个迦南地的这个应允，爱独独敬拜上帝的这个条件，我想伫这代的以色列人一定违反亚伯拉罕甲上帝之间的约，因为这代的以色列人无人认捌上帝，无人敬畏上帝，
无人持守律法甲诫命。顶一代非常的敬畏上帝，顶一代非常的遵守律法甲诫命，总是无想到来到后一代，无半个人认捌上帝，无人会当遵守诫命，无人敬畏上帝。所以上主互即代的以色列人拄着济济对外邦人来的攻击。迦南人就是今仔日经文所描写的这个民族的人，常常起来甲因欺负、甲因攻打。总是上主毋是无听因，上主毋是要甲因糟蹋，上主是要来试验因。咱若是看今仔日的经文第1节到第4节，我毋知咱敢有看到试验安尼的字眼无？第1节到第4节有试验安尼的字眼。总是咱看这个字眼，咱毋通想讲，哦，上帝会当试探，上主会当试探，无，敢有撒旦甲魔鬼会甲人试探。上主安尼的试验，会当讲是试炼，也是要通过安尼，或者以色列人会当回心转意，通过安尼，互因倒一摆来回想，上帝过去是安那哩拯救因的祖先，引带因的祖先。如果咱过去若捌将士师记规本来读好了，咱会发现一件代志：以色列人的信仰的状况，就是一个不断的循环，不断的循环。安怎讲循环？当以色列人日子好过的时，就无人祈祷上帝；日子好过的时，就无人敬拜上帝。当因开始拄着困难、拄着外邦人的攻击了后，互人欺负，因正知影通开始来呼叫、来祈祷上帝的帮助。总是当上主兴起济济的士师来拯救因，带因脱离外邦人的欺负甲困縛了后，无偌久，这以色列人想讲日子阁平平安安啊，日子阁好过啊，凡事拢亨通啊，因个个袂记爱祈祷上帝，因个个无阁敬拜上帝。倒一摆来回头来拜偶像，就是拜巴力。咱可能会想讲，即群以色列人到底是安怎？这么静迷不悟，这么背稳，这么背逆，需要的时阵才祈祷上帝，互人攻击的时阵，才呼求上帝的拯救。日子好过平安的时阵，就倒去拜巴力、拜偶像。到底以色列人心内是咧想啥？不过，咱若是研究以色列人之现实的生活，咱会当了解讲到底是安怎。原来，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了后，因一定对一个游牧的民族，成做一个做事的民族，从游牧民族、游牧生活改变成农耕生活。咱爱知影讲，过去因40年一旷野漂流的时阵，因有机会会当种植吗？因是沙漠一旷野有法度种植吗？无嘛，因就是饲牛羊嘛。啊，伫食啥物货？逐工上帝降落啥物货互因捡？玛纳嘛。所以因就是对一个游牧的民族进入迦南地了后，爱改变，成做一个种植做事的一个民族。总是一过去游牧的即个生活内底，因敢有种植的即个知识甲技巧？他们有耕作的知识及技巧吗？无啦，因无。所以一顶一代的以色列人，上帝原起头是讲，恁该将迦南人全部赶出去。总是顶一代的以色列人无全部赶互走，伊阁留落一寡迦南人是安怎？就是要用因来学习种植的知识甲技巧。不过因毋茫用迦南人学习种植的知识甲技巧，背后上大的原因是啥物？背后上大的原因是因认为因所敬拜的上帝毋捌种植啦，不懂得耕农啦。因认为上帝是一位游牧的神，是一位正神。咱看到诗篇常常拢讲，上主是万军的啥物货？万军的耶和华嘛，伊足够小贱嘛。因认为这位神引出因的上帝足够小贱尔，总是讲到种植，因认为讲上帝应该袂晓。
所以因着学即个迦南人开始来拜巴力，因为即个巴力即个神明是控制丰富的神明，是控制修行的神明。因感觉讲拜上帝对我的生活一点仔帮助都无，拜上帝对咱的生活一点仔帮助都无，所以因选择无去拜上帝，顾巴肚较要紧，物质的享受较要紧，所以因较侪时间是来拜巴力，无去拜上帝。其实咱若是用心来甲研究，以色列人嘛无将巴力当作是因的主。因拜巴力不过是为着要物质的生活尔。因无将上帝当作主，无将巴力当作主，因只有将家己当作主，因爱家己来做主。所以，当咱读士师记的时，咱爱知士师记内底出现真侪英雄的人物，这的士师，总是因拢毋是主角。士师记内底描写讲，这士师、这英雄安那小战得到上帝馈赠，安那得胜，迄拢毋是重点。规本士师记内底只有一个士师，只有一位士师。你敢知影啥？士师记内底只有一位士师，啥？这位士师就是上帝本身啦。自头到尾，只有这位士师啦。只有上帝本身才是上公正的审判官啦，伊才是上有气力的战士啦，伊才是以色列人性命的救赎者。所以表面上，咱咧读士师记，表面上哦，这个士师英雄足厉害，足厉害，因说以色列人这个征战小战，总是规本士师记背后咧讲的是上帝甲巴力之间的属灵征战。上帝甲巴力之间的属灵征战，巴力甲亚舍拉安尼装拜，是对做事的民族发展出来，是安那？因为求的就是一个风调雨顺嘛，富贵丰收啊，所以做事人就来拜巴力啊。巴力伊是控制丰富、控制修行的神，啊，这个亚舍拉，亚舍拉号做大地之母、大地之母啦。咱台湾人拢只爱拜土地啥？土地公嘛。咱敢有上网去查过，讲全台湾上济土地公庙是对当，就是桃园啦，就是桃园啦。敢若桃园区就几啊百间啊啦，大大细细，你行一路会当观察，全部拢土地公庙。啊，这阿舍拉地当讲，咱嘛当号做土地母啦，吼。即控制即个修行的土地母，通常巴力甲亚舍拉的崇拜，爱做伙祭祀，做伙做即个祭祀，是安那？当做伙祭祀的时，因有即个宗教的象征。咱知影讲，土地要有生产，讲台肥沃，讲台有水。土地要有水，天顶讲台落雨，爱落雨嘛，对无？所以当迦南人举行即个祭祀的时，男男女女拢是迄一天，大家拢啉好酒水，然后集体一下行干营。啥集体一下行干营？通过男女之间的即个交合，因要来促进天顶的水会当滴落来是土地。即马问题来啊！以色列人当时的迦南人学习即个正宗的知识甲技巧。而到最后，迦南人就邀请因讲：“来啦，还有最后一个程序，都有最后一个程序，你来甲阮做伙参与这个祭祀。”这问题来啊！以色列人到底是要坚持因的信仰，还是选择要有修行，要得到利益甲享受？要安怎选择？我要讲的是真可惜，咱看士师记，咱就知影讲以色列人最后安怎选择，因就是选择对迦南人来拜巴力，因选择会当得到利益甲爽快的生活，因选择修行啊，甚至有的以色列人暗藏家己的良心，伊讲啊，这哪有差？反正有拜有保庇啊，
那当一面拜上帝嘛，一面拜巴力，两种两尊拢甲拜靠要紧。伫迄当时，只有少数的人是敬虔遵守一上帝诫命内底。咱当对内底来看去讲，每一位士师，因拢是对遮个敬虔的家庭内底来兴起的。啥上帝要使用遮个敬虔的人，伊就是无爱互遮个背逆、无守诫命的人骄傲，想讲因是靠家己的血气来拍赢、来得胜。咱看到今仔日的经文第3章第1节到第4节，上主爱在新的一代的以色列人学习战争。总是表面上咱想讲，也就安那相战，安那摕刀摕枪，安尼甲人相战。总是即个战争以属灵的角度来看，是爱因学习安那来属灵的征战。简单讲，今仔日迦南人拢赶出去，整个迦南地拢互恁占落来。总是因的心若去互即个世间的利益去互扣去，敢有较怎？你的人是应允的地，但是你的心无是应允的地内底，安尼敢有较怎？无较怎？上主的诫命内底，上重要就是爱尽心、尽意、尽力来听主上帝。第2条是讲啥？听厝边，亲像家己，这是崇拜上主的精神。爱独独敬拜上帝，听上帝，都听咱四周围的人。咱知影讲崇拜上主的精神，其实甲崇拜巴力的精神是有冲突的。总是这个冲突，毋是道德伦理的问题尔，毋是讲惊工人这件代志尔。这两种信仰上大的冲突，就在伫一个人对性命主权的观点，一个人性命主权的观点。上帝通过先知教示以色列人，互因知影讲，伊是以色列人的王，伊是以色列人的主，伊是因的救赎主。所以以色列人是上帝的羊，是因的子民。通过安尼，上主要互以色列人知影讲，因的性命是掌权伫上帝的手中。通过诫命甲律法，咱嘛知影讲，上帝要建立以色列。成做一个充满公义、和平、仁爱的一个社会，所以2条诫命较会上重要嘛。尽心尽力尽意听上帝，但听厝边亲像家己。所以这是上帝毋望所造成的一个社会现况，人人会当彼此相听、彼此和睦、彼此帮赞。总是巴力的崇拜，就毋是安尼。巴力崇拜的精神是以自我做中心。对四周围的人、代志甲环境，想的只是利用，想的只是操作。崇拜巴力的这个精神，就是将个人的好处甲利益摆第一，追求物质的这个享受，以家己做中心。什么代志，拢是想讲家己会当得到什么款的利益。咱若是有记得《列王纪上卷》21章。这拿伯的葡萄园的事件，咱就会当知影来明白，到底拜上帝甲拜巴力之间的这个精神甲态度，无共冲突伫倒位？咱来先到列王纪上卷21章，咱来看这个拿伯葡萄园的这个事件。当时的以色列王是亚哈王，这个亚哈王伊真热爱拿伯的葡萄园。所以，伊要通过公平买卖的这个方式，用拿伯来买这个葡萄园。总是拿伯伊甲亚哈王表示讲，这个土地袂使卖互你，伊律法有规定，祖先传承落来土地袂当卖出去，甚至律法嘛甲咱讲，土地是属上的，属上帝的财产，哪会使互人摕来买卖？所以拿伯就拒绝亚哈王，我袂使卖互你。所以这亚哈王伊就真忧愁、真郁卒倒转去。总是伊的王后亚西伯看到安尼现象，那这亚哈王讲一句讲：啊，你毋是以色列人的王呢？你毋是以色列人的王呢？意思是讲，啊，你做一个国王的人，有需要因为这小小的代志，直接郁卒，含饭都食袂落吗？你是国王呢，
啊，人买行你买，你就屈准吗？结果亚西别这个风险，伊就做假见证，害死这个拿伯，互人揪出去城外，用石头来甲砍死。通过这个事件，咱看去一件代志。亚哈王伊是以色列人，伊加减知影讲律法的规定是啥物。虽然后来伊去拜巴力，对王后来拜巴力，总是伊心内都知影讲，这个土地是袂使买卖，所以伊屈准。伊嘛尊重拿伯，伊要用公平的买卖方式来得到这块地。亚哈王虽然讲屈准，总是无啥物歹念头，甲歹所行。总是这个王后亚西别就无共款啦。伊毋是以色列人，伊毋是伫崇拜上主的这个环境大汉，伊自细汉就是拜巴力大汉，所以伫伊的心内敢有拜巴力的这个精神存在。所以当看到拿伯安尼无要卖互因这个国王的土地的时阵，伊会感觉讲：啊，你做一个国王，这有啥物困难呢？你要做假见证，才害予死尔。你毋是只爱这个土地吗？你就要用你的王位、你的权柄来做成这件代志。这就是巴力崇拜所带来的精神。凡事以我家己最中心，凡事追求我上大的利益，这就是巴力的崇拜。所以敬拜上主甲敬拜巴力之间的差别，毋là伦理道德的问题，就是人甲人之间安那来斗阵的这个方式。嘛是真大的无共。拜巴力的人，常常就是要甲人相争、相斗、博心机，追求家己的利益。总是拜上帝的人，有律法甲咱讲，爱听上帝，得听厝边，亲像家己。这是这两种信仰上大的差别。不过，一只最后我问咱大家一个问题：若是讲自我中心，追求个人的利益，追求物质的享受，是崇拜巴力的这个精神的话。我们问的是，巴力的崇拜刚消失啦？敢有人得继续你崇拜巴力？因为崇拜巴力的精神，就是追求个人的主义嘛，追求物质的享受嘛。问题是，这个巴力的崇拜刚消失啦？我要讲的是，巴力的崇拜要去继续，要去继续，不过是换一个形式尔。现在的巴力崇拜，无伫庙内底，无有一个形象，互咱看到，无任何雕塑是咧拜巴力。巴力的崇拜一定进入到咱日常生活的内面。咱手中拢有智慧型手机对无？咱刚知影讲，即个亚瑟拉、阿什拉的偶像。就差不多智慧型手机这么大尔，就是这么大尊尔。啊，因拜的方式就是摕伫手中安尼来敬拜。咱每一工对这个手机内底所得到这个讯息，价值观也好，意识形态也好，各种的注意也好，这个讯息看起来真无害。总是我要讲的是，咱该当分别讲。内底这个讯息，敢有符合圣经的价值无？内底这个讯息到底有违反咱的信仰的精神无？咱有敢有法度去分别？还是咱无意中就开始受到这个价值观的影响，甚至带入来是咱的教会，互咱家己一信仰内底有真大的这个精进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属灵的精进，爱递到耶稣基督，搁再来了后。才会结束。当耶稣还未来进前，属灵精进是继续的。咱必须爱检测咱家己，咱到底是徛伫对一边？咱到底是徛伫拜巴力迄边，还是拜上帝迄边？还是讲咱是暗藏家己的良心？无要紧，我会当礼拜六、礼拜日来做礼拜，来参与教会活动。我直接敬拜上帝，拜一到拜五，我进入这个世界。享受这个世界一切，咱嘛会当暗藏家己的良心，两种拢拜，两种拢追求。自咱一开始的这个故事内底，到底咱会当扮演什么款的角色？
咱扮演迄个看到问题、想要解决问题迄种角色，也是执迷不悟、看袂到问题、制造问题即个角色。咱爱非常的清楚，到底咱扮演啥物款的角色？到底咱徛伫对一边，徛伫上帝国迄边，还是徛伫撒旦迄边、魔鬼迄边？咱若是无分好清楚，即场属灵的征战对你无啥物款的利益。嘛，毋通咱会当甲史书的时代，遐个少数敬虔的人相共款，咱爱继续坚持住咱的信仰，无互即个世界价值观去扣去。安尼，外面的人才有法度对咱的身躯顶看起真理，看起真道，看起基督的形象伫咱的身躯顶。安尼才有法度来吸引人，愈较侪人来加入咱即个信仰团体。上重要的是，咱必须爱过一个分别做成的生活。上大的功课就是，毋通互家己常常做主，爱每时每刻将家己的身心灵，拢对这个世界来分别出来，拢归乎上帝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，拣选阮成做天国的子民，通过主耶稣基督信心的呼召，阮成做基督的下生。主上帝，阮有永远我的愿望，阮有搁我的一个应允。总是主上帝，阮踮伫即个世间所面对的征战是非常的大。有时阵，阮进入即个世界，进入阮即做工课的所在，常常受到即个价值观的影响，互阮滴到伫阮的心内底分袂清楚，啥一回是真理，啥一回是你所无介意的。恳求主上帝通过今仔日经文的教示甲提醒，会当互阮醒悟过来，会当互阮常常通过灵修的生活、读圣经、祈祷，互真理充满伫阮的心内，会当互阮对这个世界来分别出来，会当互阮家己全人全灵来归乎你。也愿主会当互阮常常有好的款式来吸引人来进入教会。愿主你的神安尼来引带阮。祈祷仰望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三角来吟圣诗593首，拄着试验，知会为你真艰苦。圣诗593首，拄着试验，知会为你真艰苦。会场请起立，吟全首。
主悲。会众请坐，即时来奉献。请黄文光执事、刘敏秋执事来书献。头一摆来教会，袂歹奉献意义，通免奉献。会众请起立，用奉献的诗。即是来报告大声来读今仔日的经句。伫周报后面，我读一遍，请兄弟读两遍。迄个阳光的王是谁？就是大气力、大宽容的耶和华。伫高前有大宽容的耶和华。诗篇24篇第8节，请。迄个阳光的王是谁？就是大气力、大宽容的耶和华。伫高前有大宽容的耶和华。诗篇24篇第8节。迄个阳光的王是谁？就是大气力、大宽容的耶和华。伫高前有大宽容的耶和华。诗篇24篇第8节。请掀开周报头一页。郑州3场礼拜出席的人数甲奉献的情形，请兄弟关心踊跃参加。本主日甲下主日2场礼拜服侍当天，请家己注意。周间各团契聚会时间、内容、地点、处理的当天，甲敬拜聚会人数，请兄弟关心踊跃参加。教育部未办侪信用课程。各班别上课的时间、内容、讲师、同工，甲郑州的聚会人数，请兄弟关心踊跃参加。教会各小组聚会的地点、时间，以及顶摆的聚会人数，请兄弟就近踊跃来参加。顶主日奉献的明细，若有出入，请往中级来更正。
消息报告：本主日是总会所定社福事工关怀主日。原住民社区发展中心是总会所属社福机构之一，请为伊的事工关心大道甲奉献。详细情形请看4楼公布栏。7月份德州的中日，长老是于志平，这次拜六是陈柏言，礼拜是陈秋信这次。这是要来举行7月份生日的庆生，请7月份生日的兄弟踊跃到头前接受教会牧师的祝福。请关怀部长吴彦明长老、潘瑞琼、李延慧、林素慧、吴周慧珠、李周雪梅、陈正清、卓中仁、刘廷圭、郑美文、陈正燕、陈素妍、许荣昌、罗恩宏、穆家说、戴怡卫、吕昭次、陈贝宁、陈文龙、陈玉锦、陈玉棉、赖建成、吴慧玲、蔡景之、刘先觉、彭信燕、吴文仁、王以礼、彭小军、陈义豪、周博轩、李秋蕊、姚佑云、樊之君、陈鹏琪、卓月妹。刷一下报告，礼拜三伫4楼交易厅要召开临时董事会，请全体董事出席。下主日欢迎繁华教会曾嘉温牧师来本会请安募款，请为伊的事工关心大道甲奉献。下主日下晡1点半至7:01教室要召开7月份定期中职会，请中职出席参会。会后煞开小会，请小会员出席参会。教会消息：7月份到9月份是眼光读经人生的同伴，欢迎会友甲6楼办公室来领取。教界消息：土黄青年甲文化青年联谊会，时间是7月7号，即礼拜六，地点是土黄教会，欢迎教会青年邀请侪青年朋友来教会共同来参与。新德中会上年部大东乐野花莲3日游，时间是16号到18号，8月16号到18号。费用请兄弟家己看。报名请蔡素莲姊妹，也是
杨竹华这事来报名，报名到7月15号查止。平安秋月节音乐会时间是8月20号暗时7点入场，地点是艺文展演中心。演出单位木声合唱团、拉拉山精灵合唱团、甲八角塔男生合唱团。票价200块，教会补助一半，收100块。报名请向各区组区长、组长也是办公室与同干事来报名。时间报名到8月4号查止。具体消息，本会家福家父长老的父亲平成业兄弟，伫6月14号早起蒙主文调安歇主怀，并伫昨昏下晡1点伫嘉南教会完成告别礼拜。愿上帝安慰的人，甲遗族同在，请继续为遗族关心代祷。以上，请牧师补充报告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牧师直接做介绍甲补充报告。大先来介绍这位是潘生志、潘承志弟兄来对加拿大转来。好，请坐。伫过去即个拜六，咱所敬听皮新业兄弟，是甲咱教会的帮赞，伫咱兄弟姊妹的场务下面，咱有来送别伊，看伊送伊最后一程。感谢主，互昨拜六整个的丧事礼仪拢非常的顺遂。今仔日遗族美桃姐甲遮个囝儿逝世来到咱的中间，咱请伊去因要直接来致意。好，请坐。照咱头寡就无所讲的，继续为着因的遗族直接来关心甲代祷。牧师一只嘛倒一届来呼吁，咱口看到第6页，咱的即个篮球比赛8月4号要到啊，咱剩1个月的时间，通好运动减肥，增加咱的即个气力啦就算讲咱拜六透早无法度做伙练球咱平常时，咱嘛家己安尼家己去运动者啦有因为安尼开始运动的无？摇手者，互我知影。好，安尼请行政部迄一天准备较侪茶水着冰角，是遐个医药箱啦加准备我看无人咧准备运动，好。倒来恁敢有发现讲？牧师连续2礼拜拢无落去甲恁台握手，有发现无？也是无感觉，不要紧，也无差啦。我信用遐尔知也无需要牧师甲我握手。牧师会后握手，甲呼吁咱信徒往头前坐，成人款拢无圣经根据啦，没有圣经根据啦，无甲你讲往头前坐着安怎，圣经无安尼记载。等到牧师会后握手是违反整个礼拜神学，总是过去对这个宣教师一直以来牧师是安那继续持守这个会后握手，伊有伊的功能存在啦。大家牧师拢知影讲会后握手是违反整个礼拜神学，所以真正我嘛倒一届来呼吁，虽然讲邀请你往头前来坐，对，无任何圣经根据。无任何神学论述，总是有伊的功能存在。毋茫咱往头前来坐，嘛当表现讲咱对即个崇拜的重视甲尊严。嘛，互咱的慕道友毋免遐尔紧张，讲头前位毋敢来坐安尼。咱只一届彼此来呼吁，彼此来勉励，安尼好无？好，咱甲咱边仔人讲，你爱坐较头前的。应该是爱讲，你爱来坐头前位啦，毋是伊爱坐互较头前的啦。好，以上牧师直接做补充的报告。上营圣诗391首，俄罗天顶主宰。
上营线请牧师来祝祷，兄弟请起立。咱做来领受上帝的祝福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，以及信心的相通引带，愿三位一体上帝你的神帮助阮，来面对这个世间的属灵征战，来互阮的所行会当应成一人。也愿主，阮所付出的一切，都当帮助你的上帝国。会当慢慢来扩展，也愿主你的阳光常常来归伫你，对这事直到永世来无尽。阿门。电乐、灭岛、